AMD 消費級 CPU 已經霸佔咗海外購物平台，你哋知唔知啊？盡管喺我哋國內依然都係好多人用緊英特爾，眼尾都唔睄下 AMD， 但係喺各大嘅海外購物平台前10位有9個係 AMD。點解 AMD 咁受啲鬼佬中意啊？裝機成本不斷下降，目前 AMD 嘅 CPU 已經價格下降，無論係7000系定係5000系都已經降低咗唔少，加上7000系列同埋 D5 嘅內存，經過咗幾個月嘅迅速下降，特別係 R5 7600X，銳屏達到咗 5.3 赫茲，價格已經同 13400F 相差無幾啦，但係性能高出唔少。你話你會揀邊個呢？而且 AM 嘅接口壽命有幾長？你睇下 AM4 響今年2024年都仲響度推出新嘅 CPU， 你又知啦。同英特爾嘅1年2年換一個接口，簡直就係一個天同一個地嘅區別。響依家2024年早就冇話英特爾嘅 CPU 更加穩定呢個講法啦，唔好活響以前。